其實我打第一個禮拜就有朋友話我個面細咗啊！第一個月我已經係減咗5至6磅到，肚腩咧係好明顯瘦咗。之前係用咩方法做 sit up 都唔得嘅，我到而家打咗3至4個月到，咁總共都瘦咗15磅㗎啦。最高峰就係打呢支針之前嘅啦，我人生最高峰㗎啦，有成150幾磅，着衫件衫都唔啱着，諗緊死啦，有乜辦法呢？其實呢隻針之前我都試過另一隻牌子嘅針，但其實都冇效果。嗰隻係每日打嘅，有啲麻煩啦，打咗落去咧會有啲嘔嘅感覺㗎，咁會覺得個胃太頂啦，唔舒服㗎，有少少反胃。最緊要就係咩呢？佢冇效果嘛，我冇任何嘅落磅嘅反應啊，可能輕1-2磅咯，但個效果冇咁明顯啊。但係一試呢個呢，就真係第一個月啦，都話頭一個禮拜已經人話個面細咗，跟住第一個月我自己磅磅咧都覺得有5-6磅嘅成績。打落去係完全唔會覺得有咩唔舒服，食唔到嘢、瞓覺全部都冇，一切正常。佢有樣好神奇嘅地方，係冇乜肚餓嘅感覺。正常3餐你係一定會食到，但係就唔會話好容易肚餓想炒零食，其實可能會少咗呢啲咯。如果機咧，我覺得係未必啱我，因為咧嗰啲可能係局部嗰啲收緊啊，或者想針對某一個部分嗰啲肥瘦咧就啱。但我係全身咧都係有肉，同埋全身都係肥嗰啲人嚟嘅，我就覺得咧筆嘅效果咧就會好好多，係將成個人嘅磅數可以落磅咁樣。我之前試過咁多個方法咧，我覺得佢係最快、最明顯，同埋最緊要有用啊嘛。同埋最緊要咧，我知道呢支針係冇副作用咯。咁之前都問過啲醫生，其實個效果係好明顯嘅，同埋最緊要係冇副作用，又減到血糖咁樣。咁我都好開心㗎啦，瘦咗咁多磅，有15磅嘅效果喎。咁我相信如果配合埋運動咧，一定係效果會更加好啦。我家姐見到我瘦咗好多啊，即刻就問我點解會瘦啦？佢都話佢最近呢1-2年咧就肥咗好多，咁我就介紹咗呢支筆俾佢，佢話即刻要約醫生啊。其實佢而家都試咗大約第3個月咯，其實佢都瘦咗10磅㗎啦。